如果你試過開啟一個 App， 但發現彈咗個警告視窗，話呢個 App 未經 Apple 認證，唔使太驚。呢個唔一定代表個 App 有問題，例如有啲 App 係開發者未登記之前已經寫好，所以冇認證。但因為 macOS 冇辦法檢查呢啲 App 係發行後有冇俾人改過或者損壞，所以要自己小心啲。有啲黑客會攞人哋嘅 App 來改，加啲有害程式碼，之後再發個中毒版本，所以未經認證嘅 App 可能會有風險。最穩陣嘅做法，當然係上 Mac App Store 揾最新版本，或者睇下有冇其他安全啲嘅替代品。如果你堅持要開啟呢個 App， 可以試下以下方法：一、用 Find 揾返你要開啟嘅 App， 唔好用啟動台，因為嗰度用唔到快捷鍵選單。二、按住 Control 鍵，然後撳一下 App 圖示，喺彈出嚟嘅選單入面揀開啟。三、再撳開啟，之後 macOS 會記住呢個設定，日後你只要雙擊就可以開啟，好似其他正常 App 咁。額外提示，如果你試過開啟但被 macOS 阻擋，可以去安全性與私隱嘅一般面板，咁強制開啟。不過呢個按鈕只會喺你試開啟 App 之後大約1個鐘內可用。開啟安全性與私隱面板方法：一、撳蘋果選單系統編號設定；二、撳安全性與私隱，再去一般面板。如果你想改變 Mac 嘅安全性設定，可以參考保護 Mac 免受惡意軟件攻擊嘅教學。Oh yeah, thanks for watching everyone. 多謝觀賞啊，我係 Les Renato， 記得訂閱我頻道，跟住咧就撳埋嗰個小鐘，有新片 upload 嘅話咧，你哋會收到噶啦。仲有將條片咧分享埋出去，俾更多人一齊嚟觀賞，然後撳埋個 like。有啲咩意見嘅話，可以喺評論度咧留言噶。好啦，下次再見啦，拜拜。